Hello，各位觀眾好啊！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邀請到關先生，係啦，我哋智豐集團嘅顧問，亦都係我哋創辦人之一，同我哋大家分享智豐集團嘅一啲歷史。多謝。關先生你好啊！你好。智豐咧喺工業電子裏面咧，深耕咗40幾年，當中做咗好深厚嘅底蘊。你認為係邊一啲核心價值同埋企業文化帶領住智豐乘風破浪，抵禦全球宏觀經濟變化呢？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好高興咧，有機會同大家喺呢度咧分享下幾個問題。對於智豐喺呢個領域能夠做咗咁耐咧，行咗特別喺 EMS 行業入邊企穩咧，我相信唔單止係幾句説話咧就可以講完㗎啦。但係我都好開心同大家分享一下幾個核心嘅重要元素嚇。其實當年咧，智豐開始嘅時候咧，我哋第一步就已經好小心咁選擇我哋嘅企業定位啊。我哋選擇嘅電子工業電子，例如通訊系統啊、醫療設備啊等等咧，呢啲都係比較高同埋長遠穩定嘅領域，容易咧抵禦一下宏觀經濟嘅變化嘅。所以行業選擇呢個定位咧，對我哋咁多年來咧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。除咗揀啱咗行業定位之外咧，我哋仲要選擇市場同埋賽道，都係我哋選擇嘅條件之一。好多年來咧，智豐咧比較集中EMS 嘅業務咧放咗喺歐洲。另外咧，智豐咧除咗以技術同埋品質取勝之外咧，我哋都喺各方面體貼入微咧，為客業招呼。除咗再製造電子產品之外咧，都細心咁為客人咧額外提供好多增值服務。而 Crystal 你剛才提及到全球經濟結構變化，智豐早已經有呢個準備啦，提前佈局，採取全球策略。譬如我哋喺泰國啊、喺歐洲啊，建立咗好多廠房、車間，靈活咁對付客人嘅訂單，亦可以幫助客人咧減低進口嘅成本。我哋喺2019年喺泰國已經設立咗廠房啦。你點樣睇而家全球 EMS 個競爭格局呢？有冇留意到我哋客戶有啲咩需求嘅變化，同埋企業裏面有啲咩經歷緊呢？你提到當前咧全球 EMS 行業嘅競爭格局，其實唔係當前啊，亦都唔係 EMS 嘅行業咁簡單啊。經營全球任何生意都不停咁要變化，越嚟越變好。例如減低資金嘅運作啦，降低成本啦，加快交貨啦，提升質量啦。總括嚟講，呢啲所謂一切嘅演變都係正常嘅。智豐喺面對咁多不明朗嘅因素之下，究竟係點樣可以確保我哋嘅生產效能同埋滿足到客戶嘅要求呢？運作一個企業，為咗確保生產效率，管理目標咧一定要明確。我哋係做製造業嘅，上下嘅員工咧一定要知道效率係幾重要。我哋從報價、放單、備料、排產、生產，任何情況之下咧，效率為先，共同承擔，保證滿足客人嘅要求同埋信任。你認為 EMS 喺未來5至10年嗰個發展重點喺邊度呢？智豐又有啲咩佈局去掌握呢啲機會呢？講到話5年、10年嘅成長，對我嚟講可以分為兩部分啦。首先，舊嘅客戶咧，基本上問題係不大嘅。
因為佢哋嘅產品咧，開發時期咧係要好長，開發嘅成本係要好高，所以咧佢嘅產品銷售期咧動不動咧係10年8年啊，當中就不停咁有新嘅品種咧要開發，所以咧5年10年係比較有保障嘅。咁另外新能源呢個行業咧係啱啱起步5年10年亦都係相當樂觀咁睇落去嘅。基於我哋生產嘅經驗同埋我哋今時今日嘅選擇嘅話咧，5年10年來我都係揀返工業電子啦。明白嘅，好。志峰喺穩固 EMS 嘅優勢，同時咧亦都洞悉到市場嘅變化，佈局新能源呢個新興嘅領域。究竟公司裏面做咗啲咩功夫，可以將呢兩個板塊轉化為一個雙引擎，推動公司嘅發展呢？EMS 嘅生意咧係長久致遠嘅，新能源嘅業務咧係講綠色、講環保，各方面咧嘅視野同埋都係好長遠嘅，係一個好好嘅前瞻基礎。我哋有長遠嘅發展 EMS 嘅經驗，配合呢個新能源嘅發展咧。基於呢兩個因素咧，我相信我哋一定會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嘅。志峰喺歐美、中亞、東南亞都已經佈局發展，究竟公司係有啲咩策略考量做出呢啲佈局嘅咧？其實做任何生意咧，第一件事要考慮嘅咧都係風險評估。除咗做歐美生意之外咧，我哋點解會發展到中亞同埋東南亞嘅地區啊？唔使講，仲要一個原因咧，都係分散風險啦。另外一方面，而家做生意都係要俾客人多一個選擇嘅機會啊。明白嘅，係志峰喺全球化營運裏面啦，當中喺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都做咗當地嘅羽化營運系統。亦即係針對唔同嘅市場，當中面對到好多困難，亦都累積咗好多經驗。究竟集團點樣將呢啲經驗轉化為一個實質嘅政策，去推動公司實現全球化嘅成長？喺全球化營運實踐中嘅大前提之下咧，我哋當然要兼顧到每一個地方、每一個地區有唔同嘅文化，我哋一定要深入了解，好似你睇醫生咁啊，都要對症下藥啊！喺唔同嘅環境，喺唔同嘅地方，我哋已經組織咗當地嘅同事，佢哋有當地嘅經驗，同埋有當地關係能力嘅同事，去發揮嚟配合我哋所有嘅工作，同埋滿足我哋客戶嘅要求。同志峰合作嘅伙伴，少則10年，多則10幾20年。其實呢個咁穩健嘅關係係建基啲咩特質嘅咧？做我哋呢行咧，廠家同客戶咧，都係要門當戶對嘅。太大嘅客戶不一定做得好做，太細嘅大家都有困難。多數係一旦合作起嚟咧，兩方面都會好珍惜對方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所以你睇返我哋嘅業績啊，我哋嘅 Top 10客戶咧，好容易都超過10年以上嘅關係㗎啦。對我嚟講，咩叫做珍惜啊？我哋就係一定要做好志峰嘅基本口號。我哋所有嘅產品都要平、靚、正同埋快，加埋服務周到啦，要
回顧志峰創業同發展歷程裏面，有冇一啲好關鍵嘅時刻，或者一啲決策令你印象好深刻嘅呢？當中有冇轉化為而家今時今日公司嘅核心價值或者企業文化？其實喺我哋幾十年嘅發展過程當中咧，時時刻刻都有變動，都冇講話邊啲係什麼關鍵時刻㗎啦。對我哋公司嚟講咧，有一樣嘢好重要嘅，我哋一定全部嘅同事都非常着重工作嘅守則，一定唔會走捷徑，一定唔會走唔正確嘅路。難忘經歷，好似上市咁啦。喺上市手續入邊咧，好多人都擔心，哇！咁老一間公司，唔多唔少都有啲唔清楚嘅嘢喎。但係做起上嚟咧，原來公司係咁簡單嘅，幾十年來，樣樣都清清楚楚，全部見得人。我覺得呢一樣嘢都好欣賞嘅。展望未來，喺志峰強大嘅 EMS 同埋新能源呢兩大板塊之下，佢哋互相協同並進，共同推進。你對於志峰未來嘅版圖有啲咩期望呢？喺志峰嚟講，我哋嘅 EMS 製造能力咧係肯定嘅，歷史悠久，有經驗，同埋有一班好紮實基礎嘅同事，對產品各方面嘅要求咧，我哋一定做得到。新能源係一個好明確、前景廣闊嘅業務。呢兩個協同基礎咧擺埋一齊嘅咧，我絕對有信心對公司長遠嘅發展咧係樂觀嘅。作為一個實業家，喺走過咁漫長嘅建業旅途裏面，你自己覺得一個企業如果要穩健長青，有啲咩要素係一定唔可以缺少嘅咧？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嘅睇法？客氣啦 ，Crystal。走到今日咧，世界各種經濟嘅因素，我覺得做一門生意咧，都唔係講你做得幾大，或者你做得細。比較重要嘅咧，我覺得都係你當生意有幾大持續力，或者即係韌力啦。經濟梗有起有落啦，好嗰陣時個個都好容易過啊，唔好嗰陣時你捱唔捱得到啦？所以我覺得公司嘅韌力係好重要嘅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換句話講啦，大家仲要有好長遠嘅路要走嘅，所以對年青嘅一輩啊，各位同事嚟講咧，努力嗰啲唔使多講啦，梗要㗎啦。但係我提議咧，首先一定要行正路，放開眼界，小心觀察，大膽嘗試，樂觀咁面對明天。大家都應該努力去發展，我相信前途都係好美麗嘅。多謝關先生嘅分享啊！好，今日我哋嘅直播就大概去到呢度為止啊。多謝晒。咁我哋期待下次關先生用其他 aspect 同我哋分享啦喎。歡迎歡迎。拜拜。